来看美国对4月初九开始呢，卖对台湾来扣32%的关税。咱的总统赖清德表示讲，这条关税政策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所以已经指示相关的部门甲美国来协商，要来维护咱的国家利益。行政院是预计今仔日下晡4点会来开记者会，对外来解说评估甲应用的措施。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会对台湾扣32%的关税，自4月初九开始实施。总统赖清德催三案发文讲，伫迄天下昼就调集行政甲国安团队到官城开会，针对超过各国有机的关税整体政策对产业、总体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冲击，也有政府应用准备工作，听出各项报告。总统赖清德讲，南方认为对顶关税有真侪无合理的所在。 已经指示相关部门甲美国强烈交涉，一定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总统请卓院长和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就整体情势以及政府的准备工作向国人做完整说明，也持续与产业密切的联系，一切以给产业最大支持、稳定经济情势为主要的目标。根据了解，行政团队初三透早就正注意北京的动态，陆续调开会议评估分析。 严格上尾啊，只敢透过新闻稿，全是要甲美国方面严正交涉，并无开记者会说明具体对策。严格国安人士强调，贸易谈判袂当伤早显牌。因为台湾有3项优势，包括台湾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关键伙伴，美国对台湾的各项产业的需求，伫咧短期内袂减慢或者是消失。一个美中贸易战。 对台湾扣相关的关税，可能会变相有关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成本。汽车、还有美猪、美牛，还有农产品的这些问题，应该在这段时间好好去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去处理这些贸易障碍？像天然气啦，或者是原油，我们也可以考虑从美国进口。我们政府相关部会在这段时间也应该好好去整合这些投资的资源，然后去盘点我们到底有多少金额在未来可以在美国去做投资，因为这个是川普真正想要的。离对顶关税实施只敢剩无到1礼拜，学者建议南方应该对美国方面上注重的贸易障碍下手，亲像是应该建议调降汽车、保健食品的高关税，也个增加对美国天然气也个石油的采购量，并且盘点钢铁、石化或者是其他半导体供应链。 是不是让加大伫咧美国投资，来作为台湾谈判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